弟兄姊妹平安，歡迎嚟到我哋每一個星期靈修系列嘅第5個星期。呢個星期我哋將係探討點樣喺日常嘅生活入邊見證耶穌基督。身為基督徒，我哋嘅生命應該係反映我主嘅愛同埋恩典，透過行動、言語同埋態度，成為他人嘅祝福，並且係引領佢哋歸向神嘅。今日嘅經文係嚟自於馬太福音嘅第5章16節。聖經係咁講，佢話：你們嘅光也當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嘅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嘅父。呢段嘅經文係教導咗我哋有3個嘅屬靈嘅原則。第一個係活出光明，我哋嘅生命如光，能夠喺黑暗中照亮他人，並且將基督嘅愛係呈現出嚟。第二個屬靈嘅原則就係我哋要展現好嘅行為，善行唔單止係行動，唔僅僅係行動，更係一種嘅見證。使人係睇到基督嘅品格喺我哋嘅生命入邊嘅果效。第三係榮耀天父，我哋一切嘅行動皆係應指向榮耀神，而非追求自己嘅名聲。咁我哋點樣喺日常嘅生活入邊見證基督呢？第一係以愛心行動，我哋要主動幫助有需要嘅人，展現基督嘅憐憫同埋關懷。第二係用言語去祝福，我哋講嘢嘅時候要充滿恩典，避免係爭吵或者負面嘅說話，讓人感受到神嘅溫柔同埋和平。第三樣嘢咧，其實我哋係要保持基督嘅品格，喺工作、喺家庭同埋生活入邊展現係誠實、忍耐同埋善良，讓人因你睇到咗基督。最後係分享信仰嘅故事，喺合適嘅時候、合適嘅時機嚟到嘅時候，你分享你同基督同行嘅見證，並引領他人係了解佢嘅愛。嚟緊呢個星期，我哋有啲咩行動嘅計劃呢？呢個係我自己嘅建議。第一，好似上個星期一樣嘅，其實我哋都係做好多好基本嘅嘢，就係內化經文。呢個星期我哋可以默想呢一段嘅經文，馬太福音5章16節，並且係祈求神幫助你成為佢光嘅反應。第二咧係祝福他人，主動關心身邊嘅朋友或者同事，做一件能夠帶俾佢哋嘅愛同埋鼓勵嘅事。第三咧係禱告帶導，為一位仲未認識基督嘅人代禱，求神觸摸佢哋嘅心，並開啟認識佢哋嘅門。喺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一同嘅嚟禱告好嗎？讓我哋同心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讓我哋成為你嘅兒女，並賜我哋光明嘅生命。求你幫助我哋喺生活入邊活出你嘅愛和榮耀，使我哋嘅言語同埋行動成為祝福同埋見證。亦求你引領更多嘅人嚟到你嘅面前，認識你嘅救恩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，阿門。
好感恩呢，我哋一齊嘅有做咗一次嘅靈修。咁下個星期呢，我哋將會探討點樣喺靈性嘅低谷入邊重新嘅振作。歡迎大家呢再次嚟嘅參與，同埋邀請你嘅朋友同埋家人係加入。願神賜福過俾大家。